防疫期间，台南市卫生局一方面要对抗新冠疫情，另外伫天高热方面嘛严格管控。天高热防治中心每礼拜派出几组的人员甲志工进行幼儿童的调查甲监控。到顶礼拜第26周，发现平均的阳性率达到39.85%，其中乱数超过500例以上，有永康、安南甲南区总共5个例。幼儿童这个监测的话，基本是离咱的人口密集区那咱拢讲即马有离11区有咧坑啊，离每一例的话阮市外有放10个桶啊，市内有放2个桶啊。咧收卵等者嘛会使互市民朋友来了解怎样卵放咧即个桶仔内底的话，伊会用那个收集的纸有一寡污点阮用这个污点的话，会去算这个伊的放卵的那个密度怎样阮算起来这个放卵的密度的话，伊的阳性率怎样40%40%的话，阮就感觉讲，开始爱注意怎样60%的话这40到60拢是爱动员去执清毋过怎样靠这个力动员去执清，也同款无甲这个网仔数降来的话2刷那个隔周就是连续2周以上的话，安尼我们就会请甲环保局一起合作的话，我们登革热防治中心的化学组就会做室外的用预防性的一个喷药然后我们也会做事后的扫蚊的一个监测，然后再跟市民朋友一起来动员每周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结果用我们市府的 LINE 把这个每周的疫情的那个通报的话，用市府的 LINE 或者是新闻稿公告给市民朋友知影，因为阮的监测的结果拢要靠大家配合结果嘛要让大家知影，拢是公开透明的。所以大家看迄报表内底的话，会有一个平均的软粒数平均的软粒数。那平均的软粒数的话，就是最近这个情况像。这礼拜是27周顶礼拜的话，甲这个拜六的话是7月4号的话，刚好是26周。26周的话，阮安尼平均这样扛起来的话例如说平均起来是那个阳性率的话是40%，不过超过40%，像讲南区、安南区搁永康安尼的话，安尼可能这个所在的话，人口数搁较侪的话，阮就会发出像这种 cell phone 这样子警告的系统，互民众知影互邻里就知影讲，这个所在咱来注意，来顺的寻到清刷不管是新冠疫情，或者是天高热的防疫人员运用科技，不但有大小型的幼儿童，另外利用长杆、反光镜加切盘的保特瓶，就会用查看厝尾顶的排水沟。如果发现积水，就会用马上来倒药。登防中心就自己设计这种叫巡查棒我们可以来看看这样子，大家从镜子里面就有投射，看它有没有积水伫调查幼儿童的同时，防疫人员嘛会进行环境的检视，亲像帆布的凹槽，或者是无用的塑胶花卡顶，因为内面有凹槽，容易来积水。防疫人员嘛会甲住户进行宣导，尤其西半部最近容易下晡来落雷阵雨，呼吁民众一定要加强巡倒清刷，避免天高热变袂网的滋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